俊俊さん，你伫遮等一下，哈？就等马电呢。是啊，先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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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花是要送你的。这花足水的呢，多谢你。无啦，你较水。头前哦，学个就够啊啦。这个查某囡仔看起来有一点仔面熟，到底是哪会看过啊？行啦，看你面对迄边啦。行。哎，小姐嘛，纯纯小姐，你是纯纯小姐？是你，我捌看过你的相片。对对对，伊是纯纯啊。你甲这个人咧做伙啊？俊俊さん，啊因是？我唔慢呢，咱来走啊。好啦，咱行啦，吼。哎，欧巴桑，你来啊！歹势啦，歹势啦，互你等足久啊吼！没啦，我嘛拄仔才整理好尔。啊，更麻烦你整理哦。哎呦，先生，多谢啦，多谢。欧巴桑，你莫一直叫我先生啊，安尼敢好势？啊，你本来就是阮亲兄啊，先生啊。亲兄啊，定咧讲吼，你人足好诶，足照顾伊诶。这应该啦，欧巴桑，安尼我先来去啊，收拾好你哦。好，多谢多谢，先生顺行吼，顺行。小细腻哦，多谢。敢有要配啥？凊彩，你传就好。好，我来你传。
遮凶，心情歹哟。无啦，无什么代志。来，慢慢来啉啊。坐下。秀英小姐，晋嫂，恁万哥无伫，有代志，我替伊顾店。安尼我先去了。晋嫂，我明仔载就要转去台中啊。秀英小姐，歹势啦，这边无法交代你。不要紧，后摆阁有机会啊。是嘞啦，你是一个真好的查某囡仔，我无迄个福气。是嘞。晋嫂。好好好，我等你哦，我给你拿一支上大间上好的予你。好啊，啉酒无找我啊！即摆想起来吼，因迄当阵也无讲要甲我辞退吼，今仔日就无这条心酸酸啊！你著爱感谢因哦，看你无啦，对吧？对，伊一定会后悔。阮即摆已经毋是用着做的人啊啦。以后吼，若有人搁叫阮用着做迄群的吼，我就甲伊配面啦。人若叫我哥伦比亚的哦，我嘛会避面啦。当然啦，是啊。哥伦比亚是咧算啥啦？你这首心酸酸哦，卖8万外张呢。你靠电脑有限哦，想来甲你比一啦。心酸酸袂了遮好，嘛迄达如的诗哦写了好啦，达如的诗吼赢过李林秋、周天王啦。无，这拢爱感谢赞宏兄，肯予我机会，多谢赞宏兄。对啦，赢过李林秋、周天王啦。无毋对啦，来，大家拢有功劳啦。来，好的。少林第一，少林第一。是啊，先生。是啊，先生，你是安怎？看起来心情无好。拄我送一个朋友转去日本，忽然间感觉就煞悲死的。是啊，先生。那你当时要转去日本？我可能永远袂转去啊。
是安怎？因为我爱台湾啊，我想要永远住伫遮，死嘛要死伫遮。俊俊啥？你一个人想要拍拼，敢袂定定感觉傻逼死？当然嘛会啊，不过人生本来就是安尼嘛，有快乐就有一定有悲伤，有热烈的时阵，就一定有傻逼死的时阵啊。我感觉无应该是安尼，应该是永远热烈、永远快乐的。迄边哪有可能啦？俊俊啥？啊，你伫咧傻逼死的时阵，敢有想要找一个伴，有一个家庭？当然嘛想啊，啊，毋过这得靠缘分啊，毋是用想的就好。是来是啥你咧？你什么时阵要结婚啊？我哪有可能啊？也无对象啊，是要哪结婚啊？我会当给你介绍啊。真是了。お願いします。晨晨姐，哎，你来啊！哎，是来是什么？你家？哎，食，你好。你好。俊俊，时间无早，我要回去会社开会，先来走。你得拉塞。恁两个人怪怪哦。什么怪怪？我嘛袂晓讲，我是感觉是咱是上咧看你的眼神，就敢若亲像正常咧看你安尼。啊，你看伊的眼神，就敢若较早你咧看透啥安尼。你莫后白讲啦，我哪有啦？敢无？尤卡，无酒，酒，摕你已酒。经啉酒醉啊呢？我无醉，我搁要啉，摕酒来，来，尤卡，你今仔日是安怎啦？来，陪明仔我还是要再啉。啉？酒，我要啉。来，来，咱做伙呢。今仔日敢毋是恁社长车所话员工围炉？你应该真欢喜才对啊！欢喜，当然嘛欢喜。去办袂了好，社长请大家食饭，大家拢讲，好佳在我林秋西写的歌好听，大家拢爱听。去办袂甲写曲，员工毋只会用个有食阁有掠，阁会使领红包。大家拢甲你学咯，安尼毋是真好？为什么通好？迄是进前哥伦比亚去办袂了好，今年互胜利赢过，即马大家拢讲我李仁秋袂使，敢若会晓写迄歌的恋爱歌，去办愈卖愈少。你莫听因咧黑白讲啦，你写的歌哦，拢真好听，袂输因捌写的啊。真正好听，真是好听。比心酸酸白牡丹较好听。比心酸酸白牡丹较好听。真是，你无骗我。真是的，我无骗你。
比心酸酸，爸母等好听。你袂当困伫咧遮啦！你有听到无？啉酒。家己